其實因為網上面咧全部嗰啲小紅書科普咧都吹噓得好勁啊，咁就會講到好似一定醫得返好咁啊，或者甚至乎咩奇難雜症都可以幫到手，咁所以初頭其實好有信心嘅，但係出到嚟嘅效果就不似預期咯。水腫、腳腫、易攰、頭痛，30幾歲嘅鄧生喺2020年確診高血壓同糖尿病腎病。呢個年紀本來應該係睇住戶口數字不斷拼搏嘅光陰，而家就無奈變成望住個健康指標數字掙扎嘅歲月啦。我而家都係250嘅肌酸酐啦，咁其實係一般人嘅可能3期尾去到腎病嘅4期左右啦，咁一般個毒素可能升到去5期就會開始要洗腎咯。洗腎其實佢可以自己嚟或者去醫院，但係都會嚴重到干擾自己嘅正常生活，因為去醫院可能每個禮拜要去3次4次咁樣，每一次要去5個鐘6個鐘，仲要係平時晏晝嘅時間，所以基本上係完全返唔到全職，只可以做 part time 去維持生計咯。為咗避免呢個結局，鄧生曾經將希望寄託喺中醫治療嗰度嘅，就覺得西醫可能只可以保守治療，咁就只可以維持住我嘅指標，或者即係撳唔到掣，即係殺唔到掣啊！所以我就不停咁揾其他方法去醫咯，所以就揾咗中醫啦。咁我一路食佢啲中藥咧，有試過跌到落170幾，但係佢就好反覆，就之後慢慢升翻上去，就去到今年開始就250，所以我就好焦慮，我就要再揾其他中醫去睇咯。就喺呢個時候，佢喺社交媒體發現一線嘅曙光。突然間有一日，見到小紅書嗰啲科普嗰啲廣告，有嗰啲3甲醫院真係好出名嗰啲咧腎病專家，咁就彈一啲科普嘅資訊出嚟啦。咁嗰啲科普嘅資訊咧都係即係講到好犀利嘅，就話可能即係腎病可以臨床醫得好啊，或者個指數可以300去翻90幾啊，咁就有好多呢啲類型嘅資訊。咁因為我不停咁睇，亦都因為我焦慮，所以就好快博取咗，就揾咗一個3甲醫院嘅醫生去睇咯。睇翻呢啲社交媒體關於腎病有海量嘅科普影片啦，而且咧都係由正式嘅醫生發出嚟噶。鄧生諗住不妨一試啊，或者可以揾到方法對付呢個十分棘手嘅病。肌酐膏其實是可防可控可治的，別再自己嚇自己了。無論你是100、200還是300，還是其他腎病問題，先別自亂陣腳。屏幕前有肌酐膏的朋友們，從今天起你不用再擔心了。對付肌酐膏一直是我的強項，不管您的肌酐膏查出來有多久，刷到我就是你告別肌酐膏的開始。最後，鄧生就揀咗一位北京3甲醫院嘅正式醫生咧去診症噶。嗱，對方表示可以線下親身到醫院，亦都可以線上遠距離視頻睇症。而醫師主要係睇病人嘅面相、氣息、離態，附以化驗單去診症。不過線上隔住個 mon 都可以睇得清楚面相同埋舌象嘅咩？其實中醫咧係講求咧呢個望聞問切嘅，咁所以咧其實最好咧都要綜合咁去診斷啦。咁譬如話咧，可能就係需要啦望個病人個面色啦、舌象啦、佢個身體嘅形態啦、等等各方面嘅一啲數據嘅資料啦。咁然後咧，亦都係要仔細咁樣去詢問翻個患者啦。咁同埋咧，切診方面咧，即係包括咗觸摸病人嘅脈象啦，或者觸碰病人嘅身體部位咧，去做一個診斷嘅。咁以上嘅幾種咧望聞問切咧，其實呢4診嚟講咧，都係缺一不可嘅。當時我都半信半疑嘅，因為線上面診佢始終把唔到脈啊嘛。咁但係佢哋都話其實而家即係新式嘅中醫啦，就主要即係把脈，佢哋話把脈都好死嘅，因為把脈佢把唔到你嗰啲指數有幾高啊嘛，咁所以佢都主要係睇你嗰份嘢嘅指數有幾高啦，然後睇我條脷係啦，咁所以我就俾咗條脷去睇咯。這個現在的舌苔比你給我發的那個舌苔還要厚啊，感覺，是吧？問完我診助理就直接同我講話你而家係點，就總共開35日藥俾你咯，跟住就安排點樣去寄俾我啦。鄧生嘅線上睇症，醫生咧就靠住部手機視像同佢對話，面診過程大約係10分鐘。其實線上睇診嘅過程，我諗大約得10分鐘至11分鐘，係啦。咁嗰個醫師就初頭感覺都好專業嘅，但係去到中間我就開始
即係佢可能會問我好基本嘅嘢啦，邊度唔舒服，有冇咩腳腫啊、盜汗啊，夜晚有啲咩症狀嗰啲。但係去到後邊開始六七分鐘嗰陣，當我想問佢問題嘅時候，佢就好似開始變得唔係好耐煩咯。就我有好多想問嘅問題都問唔到，係啦，佢亦都冇提我要注意啲咩咯，呢個病或者唔可以食啲乜，係啦，或者用藥有啲咩注意嗰啲都冇同我講。如果現在我這個情況，我的體感有可能降到100多嗎，主任？我們先用一個療程看看複查吧，在你們老家抽血就行啊。主任先給您用上1個月的中藥啊，到時候咱們20多天去複查，看看您的這個改善變化。到時候主任會再給您做指導的啊。您這是個慢性病，治療肯定需要一個過程的，這個真急不得。最終鄧生咧就花費咗大約4000蚊港幣購買咗1個月份量嘅處方藥啊！嗱，本來打算咧聽對方嘅指示，食完藥大約20幾日之後先睇下嘅指數，再定下一輪嘅治療啊！但係鄧生食咗幾日藥之後，已經覺得唔對路噃。食完之後，其實我頭嗰兩日唔知點解覺得有啲頭暈嘅，我又開始擔心，同埋我始終我未食過佢啲中藥啊嘛。咁所以我就食咗7日，我就自己走咗去驗血啦。跟住我一抽血就等嗰個化驗所一出報告，點知我就見到嗰個報告個基幹升咗係318，咁個鉀就5.8添。因為我知道西醫講過個鉀咧5.8係好危險嘅，係可以隨時即係你會喺街暈低咗，或者個心突然間會停咗。咁所以我就意識到個危險性。以為藥到病除啊，喂，點知啲藥冇料到嘅？入咗急症室，我做咗一啲治療同埋吊咗幾日鹽水之後，咁醫生都話我好彩個指數可以落得翻去咯。咁我都有同翻小紅書嗰個助理去再講呢個情況啦。咁就佢哋就繼續同我講話食呢個藥係鉀高係正常咯。佢就話要我一路食降鉀粉，一路去食個藥。咁有啲乜嘢事咧，就叫我要入院。咁我就覺得好唔合理啦，因為我冇可能食佢哋啲藥，仲要預備幾時要入院㗎嘛？就算假使佢嘅中藥係食完會鉀高，佢都應該要喺治療嘅時候或者教我用藥或者直頭開藥嘅之前，佢應該要同我講話，原來佢啲藥食咗，你唔使諗㗎啦，一定會鉀高啦，一定要食住降鉀粉先至可以食佢嘅藥，仲要係預備一定要入醫院嘅先可以食咯。就住事件，我哋向涉事嘅內地醫師查詢啦，直至目前為止，仲未收到對方任何嘅回覆啦。嗱，鄧生咧其實唔係想追究啊，只係想藉住佢自己嘅經歷，叫各位病友小心小心。報東張嘅原因係因為我知道太多人睇小紅書啦，咁就亦都好驚有好多第二個受害者好似我咁，會俾小紅書因為啲科普視頻講到好神奇，或者嗰個醫院個背景好強大，或者個醫師個師資好強大，所以就慢匆匆咁去醫咯。咁其實最尾得出嚟嘅結果，原來係可能仲差過喺香港揾一個普通嘅中醫去睇咯。係啦，我亦都想即係攞翻我應該有嘅賠償咯。其實我心目中只係即係話佢都幫我睇咗診嘅，咁其實我只係可能叫佢俾翻啲藥費我。好在經過同對方一輪磋商之後，鄧生最終係獲得全數退款。其實線上睇醫生都要打醒12分精神。最終達成嘅共識咧，因為我同佢交涉咗之後咧，都係同佢講話啲藥出咗問題，咁我亦都俾咗之前我同佢啲助理嘅對話記錄去對質啦，但係佢哋都無言以對，咁所以咧最尾都同我達成咗共識，咁就賠償翻藥費俾我咯。咁當然呢件事都引以為戒啦，咁就以後都唔會夠膽睇呢啲線上嘅中醫咯。